继续这件阁是恐怖情人。台北士林地检署的边啊，一个姑娘啊，伫爸爸的陪同下，才因为甲前男朋友的感情纠纷开完庭，结果一出来，就互一个查甫人甲因抓落来，甲因爸仔囝破流霜，随后坐一台车逃离开现场。加在两爸仔囝送病院，无性命危险。目前警方是锁定这个查囝的前男朋友，要全力抓人。士林地检署边啊围封锁线，就伫遮发生破流霜的案件。是我来现场有看到破流霜的患者，被破流霜的被害人是一对爸仔囝，敢是去外面来看到爸爸甲查囝两个人对地检署行出来。当咧讨论甲前男朋友的官司问题，就伫镜头无翕到的所在，一名戴安全帽的男子摕疑似带流霜的塑胶袋啊，先向查囝身上泼去。爸爸想要来斗相共，煞伫过程中嘛去流霜泼掉。我有看到那个小姐这边哭很大声啊，我开门看到她跟我们接水。经过送病了后，查囝骹只手拢烧伤，爸爸的胸骹嘛双手嘛有烧伤。警方介入调查，发现这名破流霜的男子，真有可能就是有纠纷的前男朋友。庭讯结束之后，在他父亲陪同之下，要前往取车之际呢，被不明人士往身上泼洒酸性液体。本署法警呢，听闻被害人呼救之后呢，立即前往援助。事发的地点就伫士林地检署的边啊，过无到200公尺巷仔里，竟然大胆犯案，嘛等于是挑战公权力。目前警方怀疑可能毋若一个人犯案，嘛锁定对象，已经全力追捕当中。